看世界嘅 F1 仔，我哋今日咧呢一集咧，我哋就會去講F1 2026年嘅 schedule 同埋2025年嘅 schedule 有咩分別。咁首先就我哋去睇下第一場嘅澳洲大獎賽啦。26年嘅編排咧都係同25年嘅一樣，都係澳洲大獎賽行先。跟住咧，我哋去到邁阿密大獎賽後面，你就會發現到咧，意大利 Imola 大獎賽咧係冇咗，俾人 cut 咗嘅，咁就所以導致咗加拿大大獎賽就會快啲去舉行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就一直去到比利時大獎賽，你就可以見到其實比利時大獎賽咧，即係25年嘅比起25年嘅比利時大獎賽係早咗一個星期嘅。咁就係因為意大利 Imola 大獎賽嘅俾人 cut 咗嘅原因，所以咧就會早咗一個星期。咁我哋繼續睇下，跟住就去到西班牙大獎賽啦。如果細心嘅朋友咧會睇到，其實26年嘅 schedule 咧有2場嘅西班牙大獎賽，而第2場即係呢場嘅西班牙大獎賽咧，就其實係一個街道賽道嚟嘅。咁我哋就而家去睇下佢賽道設計得點啦。咁呢個咧就係佢嘅賽道長度，咁我哋就可以見到其實係5.474公里，咁就其實都喺 F1 賽道裏面都算又唔算好長又唔算好短嘅賽道。咁咧呢個咧係佢26年咧係佢第一次舉辦呢個大獎賽，咁就所以就冇呢個最快圈嘅時間，因為連比賽都未有咁所以就係冇呢個最快圈。跟住之後呢個比賽距離都係0km，因為咧就係都暫時仲未有車手去跑過呢條賽道。咁我哋咧就可以等睇下26年睇下車手喺呢度嘅表現會係點樣。咁我哋就睇翻去。咁我哋就睇翻去呢度，咁就見到其實其他嘅大獎賽都係咁樣，都係照翻2025年咁樣去舉行。咁呢一集嘅影片就到呢度啦，好啦，拜拜。